1955年10月20日，顺利林将军因为部署过定量开设着飞碟事件后，军方调查委员会认定失职，被迫辞职，互人软禁。伊伫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伫缅甸的战役拍败日军，救出英军抗日的战功无数。不过因为功高震主，和蒋介石软禁33年，一直到1988年蒋经国过身后，才恢复自由。1992年10月20日，中华商场正式拆除，结束往日的风华。附近的住户早就将物件搬了去啊，干剩几间店继续咧处理。有人还伫抗议拆除，中华商场这一年来是新闻脑壳地标，就秘书壁顶喷的油漆同款，只能定中再见。黄色经过升空，四来船哪单船犁哪喷水，将18公尺高的黄色鸭米慢慢送离开。几千名民众伫现场欢送这只鸭米啊！2013年10月20日，黄色鸭米伫高雄皇宫社务一个月展期，总共吸引差不多有390万人参观，经济产值超过新台币10亿。